大家好，我是林俊廷，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。大家好，我是 Mark。自细汉我就住伫城市，不过逐年拢会返去麻豆找阿公阿嬷。台语对我来讲是一个足亲切的语言，因为迄是阮阿嬷甲阮阿母咧讲的话。我嘛希望我家己会当甲这个语言传落去。即马我就要来找找甲我同款会晓讲台语的囡仔。我即马来到台南归仁，伫遮我有熟识一位小朋友，听讲因兜的田，逐个季节拢会种无共款的物件。即摆因种的是番薯，我想要来看卖伫咧收番薯的即天，田内底到底咧无用啥物？俊廷，田的透早就遮无用哦。高早。老早。啊，咱毋是讲要来学番薯，啊，哪会是用机器？问阿舅啊。问阿舅哦，是安怎学番薯甲用机器？因为你即摆效率的问题，你用机器，人后壁的阿嬷采收的时阵，因较方便。你喷定了后，伊个较好收，用扣安一粒只扣味就好。哦。嘿。啊，这是全部的叶啊，拢爱甲喷掉。嘿，拢爱喷掉。喷掉了，伊就开始用火力啊焫好看，啊番薯焫出来。焫出来啊。嘿。了解。这是我的阿舅，啊，伊名叫林庆忠啊。嘿，你好。伊为虾米想要种番薯？因为种番薯会当省足侪工，像我因为今仔来采收嘛，我有代工来帮阮采收。我个免搁伫遐采收部队，我个唔免投入机器，我个请因来帮阮收就好啊。啊，真嘛是因来帮阮种安尼。伊之前稻田是玉米笋啊，番薯第一搞，所以无稻田工过。啊，这番薯是要安怎办？咱来去问阿嬷。来去问阿嬷。阿嬷，这要安怎办啊？这大的，这中的。哦，有大的有中。这歹。歹的，这歹的哦。这摆。这歹的要低价。哦，要互低价。哦。啊，你敢有甲阿舅斗去？无用过啊。无用过。啊，有看过。有看过啦吼。嘿。啊，唔歹用过啦吼。嘿。恁一桌都爱组侪人。对啊，一桌拢爱足侪人啊，无免啊做。哦。啊，下晡你来摆一桌哈，摆一安尼哈，你一桌倒，啊，阮就足侪桌。好唔好？啊，来下个头，袂使变。安尼哦，像阿婆。来，开始。安尼，来，好，安尼，按着跳，跳，安尼。啊，什么？哦，我无倒呢。你无按倒。我煞无倒。哎呦。一种的行业无同啦。是啊。哦，lucky 啊！来，再给我一粒。是安怎会看起来无共？这是无共品种的啊，是安怎？唔知，我无看过。这嘛是长去吼，这嘛是歹的对无？这红食去啊？这红食去的。这有啥物虫啊？野狗啊？野狗会食番薯哦。狗仔毋是拢较爱食肉，是安怎野狗会来食番薯？啊，因拢来算土啊，啊算算数只。较好耍的。
嘿啊，哦，细个放遐啊，啊，这拢细个呢。嘿啊，哦，好。安尼，这嘛是袂使办的嘛？这是毋是拢伤细粒啊？嘿啊，哦，这算是中的啊，还是大粒的？大粒的，大粒的。啊，这要安怎用？上车顶，上车顶哦。黄色的。爱做的，嘿，爱做的。好来，1、2、3。哎呀！看我的。哇，这敢有啥物美感？哦，1、2、3。1、2、3。哎，这偌单啊？哦50斤。 50斤。够了。豆菜米，豆菜米。我哪会感觉咱两个人无做啥物代志，就会当食点心啊？你有咧食咸无？有啊。有哦。香香。啊，你较爱食玉米笋？无啊。哦，你是毋是无爱食菜？对哦，无爱食菜。啊？你无爱食菜，安尼阿叔种菜你拢无法度食，安尼阿叔爱饲猪。饲猪你就会食吼。迄一天的台语课，这叫做变番钱。变番钱。这叫做蹦番钱。蹦番钱。这叫做花梨啊。花梨啊。这台号做搬运车。搬运车。这台号做喷尘机。喷尘机。嗨，俊婷。嗨，这是阮台北的朋友啊，伊叫平佳。大家好，我是平佳。你看，我买到这个番薯，足高水的。我今仔日来陪俊婷学番薯。啊，你伫台北有去过餐园无？无呢，我是都市的囡仔，我较少机会当来食。哦。敢若迄边会使分类吼？去问一下，这要放伫咧啥物色的篮内底？请问这要放伫咧啥物色的？这种摆啊，这种爱拣啊。哦，这种的无爱啊。爱个靠摆个拣来，大小条爱个拣来。好，啊，拣过来再过来吼。好，你看迄虽然这个足高水啊，不过伊只互人卸掉就袂使，就爱单掉，无足高水，这是我上爱的。无你甲捡转去。捡转去吗？捡转去食。你甲暗扛去啊？唔免，我这有一个跋杯的。足较高水。嘿，对。俊婷，你看遐有足侪人的，咱来去看因在创啥。阿嬷，敢会足热的？阮都爱钱，哦，辛苦。爱钱就会热啊，啊若无爱钱就热。是无？阿嬷较手足美呢。对啊。对啊，定咧分。这边是生的。这边中啊。哦，中哦。啊，迄边是大的。大条放大条，啊细条放细条。哦，大条的做一包，啊细条的做一包。有。哦。啊，大条的行情较好就。哎，对。哎，俊婷，你看这敢若毛虫对无？有三节安尼，看起来足高水的。系啊。咦，敢若虫嘞？咦。你惊哦？你惊虫哦？
我的鞋要卡头，你会晓破去？无我鞋啊。啊，你哪会常常烫鞋啊？因为有刷咧跳。有刷刷。我嘛有感觉到我的鞋啊拢是刷。啊，你倒啊？毋过恁看阿嬷拢无倒啊。咱就等结束了后做伙倒啊。以前穿我的无紧。迄是啥物？马鞋啦，嘛，你讲这是啥物？这个是日本的马鞋。日本的啊。哎，也袂走水入去，也袂走土入去，哦，对无？哦。爱挂像阿嬷这安尼，甲袂。再有互你头拍。哦，对无？阮孙哪足白呢？啊，伊若来弄一包就可以啊呢。不要紧啊用半月去甲伊白起来。寒天就白转来啊。哦对啦，寒天就会白转来。哦，这是阮阿公啊，我拢会家伊去菜市啊，阿哥迄落庙啦。哦，阿公拍者好。你好，我叫做昆山。校长吼讲，真欢喜啦！因国校吼有一个囡仔吼会当上电视台啦，所以代表因国校的英语，嘿，阮阿孙呢会当上电视台。这是我妈妈，伊叫林雨桐啊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林武东，我即马要扣韩籍。哦。你要扣韩籍创啊？我要做地瓜球，还有记韩籍。来，拜拜。姐姐想要提款吗？借我。安尼哦，好，咱来等。咱来等，好。会加吗？拢会吧。好，你带咯。即摆你是鬼啊！我叫哥甲你掠。掠你！哎呀，你是鬼！袂当，你袂当掠我即摆。志定，我互你看一个物件，你看我的背啊。那我的背啊。哟，拢是土哦。我嘛是。你嘛是，我看你的。我看。拢是土啊。来，海去。有把手无？无。无。啊，你有吗？我看卖。无。你无？你无？你练看。我甲你讲。我较有啦。哎，你们握手吧无？啊，好，姐姐也是你赢。袂使的。啥都袂使，你输互姐姐，你会闹开啊？两三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，怕赌病哦！我笑我就会这样，我笑我就会安尼，我就甲你讲姐姐马是真的啊。阿妈，甲你甲迄韩籍摕出，迄间迄较大条的，大条的，嘿，较大条的，对，嘿对。啊，亲像这的你像这种是迄种，是在下掉吗？嘿，这就是改成啊，你种按烤火烤了的时阵，要切粗较细的时候，按甲开下掉。哦，啊，迄切成的是无好食，还是袂食质？其实迄嘛想讲，迄是皮的烟性尔，哦。袂影响到内底的品质。哦。会迄口感嘛，食起来口感。敢若水是无共。嘿，伊只是迄皮烟是无共的。哦。啊，即摆洗清气啊嘛，你平常是有咧煮饭吗？我开始咧研究。看会出你的手势是打开始咧研究。是。因为你举倒很快。切掉边呢？无紧啊，无紧。哎，你去内底甲伊吹好势。马克，加高互你。才教互你啊。哦，好。我即摆要申请韩籍，然后甲婷仔呢，等韩籍吹好势了后咧，我要做地瓜球。啊，你平常时啊会看妈妈煮菜袂？袂，袂啥怎袂？伊煮的歹食，哈？伊煮的歹食。妈妈，你有听到无？我承认啊，阮兜煮饭上好食就是阿公。你若一开始打放落去，你惊伊会掉顶，然后留了后你就放的，你等伊熟。
你甲我试哦，真好哦。哇！不过足甜的，足香的呢。今仔日互你啥物款的感觉？啊，就是因阿嬷做辛苦的，来阮阿舅的店办迄个啥番薯。啊，搁有我想要开台花的啊。为虾米？做笋的啊，看到知影。啊，你暗时会去倒位耍无？袂。这暗时无所在通耍吗？袂去西雅市哦？袂，还是足远的？足远啊。姑父去一摆啊。阿公较早，准前较早，今仔日遮早就来庙里哦。系啊，哦，要来拜拜啦。来拜拜哦。嘿，系啊，透早会啉个。有小可会啉啦。系啊。阿公，这间是啥物庙啊？这间是上帝公庙。上帝公庙。嘿。啊，上帝公是安怎叫做上帝公？是北极先天上帝。哦，先天上帝。嘿。嘿。5支啦，5层。五层。因为阮遮上帝讲吼，足敏感的，嘿，啊，所以吼，你要有求嘛会，毋是讲得应啊，就是讲吼，这啊心灵上吼会较好，较平安快乐嘿。恁是逐工拢会来，还是逐礼拜拢会来？我是逐工，伊是无啦，伊是拜六礼拜伊才来呢。哦，平常时爱上课。你着讲看你要求恁全家平安，希望你保庇阮全家伙仔拢平安，身体健康，嘿对，有顺遂，啊，学业事业拢进步。对。你要摕来烧金？摕烧金。不会的。有点对啊嘛？安尼无？安尼有？哦，有啊。安尼准庭是逐个拜六礼拜透早拢会来。嘿啊，啊搁会当看到。阿公无会啊。看到大江山、鸡尾山，嘿。你拢几点就爱起床啊5点。5点。嘿，就是这有啊。哦。好，啊是不是包起来了啊？哦，哎呦，这硬硬啊，阿啊这公，就青啊。阿嘿啊公，，这300岁哦。到底要400岁啊？这啊，敢有人会来头版灵验？袂使。袂使？嘿啊。哦。袂使啊。啊，到拜六礼拜啦，拢困袂去啦。拢困袂去哦。嘿，4、5点就爬起来啦，款款的啊，就跟我来啊。哦。嘿啊，来遮拜拜啊，运动的啊，啊，我也要菜市啊，就跟我菜市啊。哦。嘿啊，有铁骑路。铁骑路悬遐。哦。等下就会当看到火车，啊，遐就中央大学啊。来啊来啊！有无？有火车。有2台呢。嘿，啊，迄台就是要高铁车站的。嘿。啊，这台要去台南的。哦。台南还是永康？往迄边就是要台南的，啊，往这边的就是要高铁车站的。啊，俊廷，你毋是做介意车，你有介意火车无？有啊。有啊。啊，搁想要坐。想要坐？你敢有坐过火车？有。有。你是坐去倒位？去了屏东。去屏东哦。拜完要菜市啊。你要去菜市啊？嘿啊。我嘛想要来菜市啊。买菜。买菜。听讲阿公煮食都好食的吼。系啊。啊，你拢会对阿公来买菜嘛？嘿。嘿。哦。等下我来买菜。偌济？啊，遮每一担你拢有熟悉啊？拢有熟悉。啊，你无共拍招呼？无啊，哎呦，惊死啦！惊惊。
会惊哦，你会惊青分哦，你会惊青分。我最爱食的我到伫家。一百，哈。对哦。啊，你有爱食无？有。啊，你搁有爱食啥？爱食这个。爱食肉。啊，阿公拢带你来这搭尾啊。哦，你拢是摕糖仔来这搭。对啊。一对阿姨偌好诶，嘿，做阿姆偌好诶，你敢知？伊讲吼，咱大潭的上界青的肉，哦，上佳市的肉是这搭，嘿，啊伊切啊，嘿，你看伊切功夫足好吼，对啊，嘿，有想要学无？无，无。这去夹边是不夹刀？哦。爱野刀，这阿婆去卖水果啊，这搭有空，这偌济？这这叫偌济？这叫樱桃。樱桃哦，啊无70，啊讲70呢，阿公70块尔，遐俗哦。加搭遐来，啊上我来，哦，你讲有这个，热狗蛋加薯条，哦，你爱食热狗吼？对啊，你上爱食热狗。有儿童套餐，啊是咧食啊，这个，你我是儿童。儿童套餐通常拢是上好食的啊，拢是薯条、热狗、鸡块这种。你要食无？好，安尼咱来。这来，啊这边。这笔是不是幸互伊？啊，安尼你规工无闲落来，就是去参斗3工，有啥物感觉？啊，做好耍啊！我是感觉，伫家己的田内底种家己的物件，啊，甲采收的迄个时阵足感动。而且你会当知影讲，迄个物件是为倒位来，是安怎种。对。我感觉这种感觉真好。你所以你细汉无这种环境？无，就是大都市啦。啊，因大爸无啦。我家己就是一个足随和啊，有时啊较无主见的人，可能会当讲是有小可避暑。我通常会点伫边仔观察别人，我袂去主动甲人讲我想要安怎安怎。我感觉俊廷嘛是较静的一个囡仔，发现到俊廷甲因阿公感情足好。啊，我细汉的时阵就是阿公阿嬷是住伫麻豆，台南麻豆，啊，我甲妈妈住伫北部，就无即个机会甲阿公阿嬷斗阵。啊，看到就是伊甲阿公会当安尼用台语开讲啊，啊，逐工做伙生活，就足欣赏的。有两对啊。有两对哦。系啊。啊，要安怎分？你甲我教一个好无？我爱先做啥？啊，讲涂骹。安尼。啊，吊起来。吊起来。我吊起来。嘿。安尼。恁是有伫庙会看到有人咧表演哦？毋是啊，是你就互阮讲呀。哦，你长叫恁来练习。系啊。哦。